郝柏村，郝伯伯今天下午走了。郝柏村在许多经历过台湾民主政治成长、两岸对抗、战火连天的时候，许多人的记忆里，郝柏村是一个非常勇敢的军人。他也做过行政院长，他是我们认为非常有魄力的一个行政院长。他到了晚年，对于国家的事情，对于中华民族发展的事情，他也非常认真，而且他还会提携后进，许多该做的事情他认为该做，不管他90几岁，他还是会有那个冲动要去把它做好。郝柏村的离世仿佛也代表政治的一个世纪的结束，他有点像蒋经国那个时代一直传承到后来马英九的时代，到了蔡英文的时代，陈水扁的时代，你会发觉到在整个过程当中，许多坚持理想的人，像郝柏村、郝伯伯，他们一直都为了一生中的理想当作最大的志业，不管在朝，不管在野，不管多繁忙，他都会努力有这份心，想让这个国家更好，想让我们中华民国的政治更安定、更进步。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，大家可以看到郝柏村他所表现出来那个长者的风范，那种舍我其谁的那种担当，是我们大家应该学习的对象。我记得最清楚的是，那年我要选台北县县长，当时我在亲民党，郝柏村找我，郝伯伯找我去谈，他说回到国民党来参加初选。那我听他一席话，我体悟到2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，如果蓝军的分裂绝对打不赢这场选举，事后证明每一次选举都是如此。第二件事情就是，如果在国民党里面有初选的机制，它就是真正最好的民主的呈现。在这个初选的机制，最民主的机制如果能够胜出，蓝军就会团结，就会在选举里打赢。事后也证明国民党我们赢回来了。但是我永远会记得郝伯伯当时找我去，跟我小以大义，跟我好好的讲这个过程、这个程序，跟他自己的一些理念，我由衷的佩服。同时也一起同事过，也一起在金门，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渊源。可是我们并不是经常都来往，只是有许多理念相通，该做的事情大家能够互相一起来结合起来努力，这就是我们过去到现在。到了郝伯伯郝院长退下来之后呢，我每一次跟他见到面，他都是很客气，对我都非常非常的慈祥和蔼。他会告诉我很多以前家乡里的事，因为他跟我的父亲都是江苏盐城人，他会谈谈一些我们自己年轻人该上进该做的事情。所以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慈祥的一个长者。对我而言，我从他那里学习到非常多，但是我最能够体认，我最有感觉的，第一个就是他的勇敢。他一直都有着一个做军人的勇敢。第二个，诚实。他一直都有一个政治人物应该要有的诚实。第三个，他拥有长者的慈祥。他对我们这些晚辈，不管提携、慰勉、训勉、提示跟照顾，甚至嘘寒问暖，他真的是一个慈祥的长者。所以我在这里要跟郝伯伯说，感谢您对国家、对这个社会、对我们这些人一切的照顾、付出。我们大家永远会记得你有这么好的一个人，在我们现在的政治，在我们今天的社会，可以做一个最好的典范，让大家永远都会记得。龙斌兄跟郝府所有的家人，也希望你们节哀。郝柏村、郝伯伯永远是我们心目中最伟大的
永远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。伯伯活到这么大的年纪，这么样安详的离开，也是我们大家非常高兴的一件事。伯伯，您好走。所有好家人，请节哀。我希望我们大家永远记得，在中华民国这么长的一段历史里面，有一个郝柏村这样一位人物，给我们成为一个最好的学习的一个典范，也为国家社会付出了这么的多。我们大家永远会缅怀他，记得他。谢谢大家。